继续来看台南的柳营，做社区发展甲经营咖啡厅的青年，送咖啡予柳营基美病院的医护人员，表达感谢，而且佫来准备着饮料甲点心，送予环保局的清洁大队。台南市的市长夫人接到消息，专工去甲这群青年说多谢。 工作人员一箱一箱将这物件搬上车，这拢是要慰劳新营甲柳营清洁队员，由柳营在地咖啡厅所发起的送爱活动，希望透过因小小的力量，向防疫期间第一线的工作人员表示感谢。 因为这样的一个小行动，让我们身边的朋友都知道了，然后他们就也很乐意、很愿意呢，跟我们一起加入这个行动。真侪人看到因伫做好代嘛，主动加入，甚至有善心人士听到这个消息，亲身提物资到现场来。做了一些蛋糕，然后手做的，那希望说可以把这样的心意传达给他们，然后来感谢他们。 因为听到在地青年有这款善心的行为，市长夫人嘛亲身到现场向因表示感谢。代表接受清洁队的队长嘛表示讲，要求队员唔通辜负大家好意。 我也代替市长来谢谢这一些幕后英雄，民间的幕后英雄。这些东西带回去以后，我会跟同仁提醒，就是说务必记得，就是说吃饱以后充满体力以后，一定要做好更多的防疫工作。然后也感谢各位的支持。因为响应这个活动的民众真多，所以讲因嘛将持续送这物资到其他的防疫单位，感谢因为防疫所做的打拼。